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听通的时间。那喺今日我来教大家运动的牙水欣赏。今日呢，我来教大家是有身的人家可以做的训练同顺腰的动作。训练呢可以改善血液的流通同下半身水肿的问题。顺腰的动作呢可以改善腰骨酸软同训的时间可以更顺利。也晚呢，听到欣赏，请来运动哦。在开始运动之前呢，等我来做一下本身体压起来的运动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右脚好，让开始用只手好靠起来，压过来。我们这条呢，对右边，让过来的时间手都不用下来，吸气，调气。我们脚冇办法按太负的话，可以个小负一下，唔怕。好，小负是唔怕。我们可以的话都太负是。左脚要顺出来哦，出来哦。先好调整的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加油哦！有个时间脚要是把顺人哦，要扭奶哦。先好，再一下，好，还得稳片哦。稳左脚，向右，让出去，手压放起来，好，先把裤下去，再让倒转来，开始哦，吸气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请好。如果你的手无办法压按过，唔怕，压到自家可以做错地方都好嘅哦。再上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调一下态势哦。好，同啊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脚趾公就高落背式，好，我整个落背式，好，用。让出去，好，这个时间呢，我从日本的相扑选手中用坐下去，好，七条要对准的脚趾公哦，好，这个时间，快时间停一下，身体呢看向让出去这边，右边，好，手顺出来，好，手可以让顿肚子，好，再过来，好，再让倒转来，再一摆哦，让出去。屈下去，转个身体，好，再让倒转来，好，顺道的就是把枪，不多一下旋转的动作，好，让出去，屈下去，转到右边，再过来，好，加油哦！要注意哦，我们七条，七条莫变安尼哦，好，记得咯，对准下等脚趾公哦，再过来，可以，要注意哦，可以，转过去，再过来，好，还得稳片，稳左片哦，可以，稳左手，转的左片，再拿过来，加油哦，挺好。再用下哦，好，好，等下要准备做做运动的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先做跪下来，慢慢的下去，手掌并的肩条下背，七条并的肚脐下背。一只脚伸出来，先右脚伸出来，好，右只手要注意哦。下一时间身体会向前，再松出来。喺无力的话，都莫按下背，个手面先唔怕，手掌莫打过来哦。慢慢地做，
缩气，调气，缩气，调气，缩气，调气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数片片啦，整整啦。阮另外一只脚，先数。好，顺势来。你会感觉讲数压力去抬发，你莫抬前面哦，安尼压力要够抬哦，你够后背一些。好，好开始哦。下去，顺势来。下去，顺上来。跳起，慢慢来做。你是在下面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来训练你蝴蝶袖的地方，再两下，转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一样数片片啊，哦，压过来，红彤啊，好，下个动作，你脚会转过前面一些，好，一样顺势来，要注意哦，你身体要松出来，好，帮你脚带要挡到来，再过来。很多无用的哦，好送出来，拿过来，也可以放你脚后背紧跳，脚难度给偏的紧跳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。慢慢来做，加油哦！挺好哦。啊，注意哦，我背摸蹼蹼哦，摸的蹼蹼哦，好，要绑适的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一样数片片啊。好，慢慢来弯脚。一样先拿好来，顺势来，松出的时间，好，脚带会拿到来，切条都顺势来哦。迄竖臀肩膀、竖臀肩条筋上摇地方，如无做的休息一下，唔怕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下个动作呢，一样手掌摕起肩条下背，七条喺肚脐下背。好，注意哦，不能打出来哦，莫跌下去，那莫浮空起来。好，先缩起，跳起的时间呢，跳哪？让足宽的七条地方。好，手呢臀身体松出去，还有是把腹背安的动作。停顿，缩起，跳起，做上到5个缩起再跳起哦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师傅松出去，就那慢慢的看到前面。好，好，再拼一摆，松出来。像苗的角度一样，好，强度安尼跳起来的感觉。好，再第一摆，看前面，第3摆，
停下，慢慢的松水，扶落来。加油哦！要出力喽，顺过狗啊！嘿，要跳起哦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数拼拼啦，好，彤彤啊，还得加在100哦。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好，下来看前面，再松出去，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慢慢下来，好，再100哦。休息，休息。休息，慢慢的轨道不能打出来的地方，好，慢慢的松出来，慢慢的提放起来，好。人家动作呢要注意哦，唔系都是太差不多踢上运气的时间，好。我先摸这两个动作，好，就差不多踢7个日到9个日时间，就先摸这两个动作，先坐下来，好，用拿起来，差不多卷条用8，慢慢面倒来，好，手脚好来，休息，休息时间脚拿起来，好，4分。离开，体内，上来，好，再下去，做到体内时间再上来，要注意哦，莫用右腹的力量哦，好，我用个4腹的力量，臀脚的力量，莫着急，慢慢来做，休息，休息。假使过训练的时间，可以喺最高的地方停顿嘞。好，休息时间，手压好来，好，脚拿好来，左脚压放起来，再下去，稳脚，原地让步的感觉。好，喺可以，就在轨道多的地方，来做。好，休息一下，脚一样顺势的，好，动动啊。好，游游啊，你注视一下，好，正式嚟講，已經係運動，唔好驚，好，而家係運動嘅，嚟開始了，好，準備好了，嚟腳攬起來，之後離開，好，先做個難呢。左腳離開，讓下去，右腳手要壓下來哦。休息，休息，腳壓放嘅時間，你嘅師傅唔好跌下來，加油哦！喺腳嘅時間都可以變多個動作，下去，上來，可以繼續做哦。加油哦！再按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唔好太掉緊哦。下一個動作。用在手中，好，也可以捲條下背，
这条呢，迄肚子啊，肚脐下尾，好，叫起来哦，好，不用打出来，好，所以跳迄时间吼，需要用力把身体送出来，七条会离开体内，好，慢慢来，先莫按摆，好，幅度莫按太。所以跳起，好，慢慢的臀呢，脚带让到体内，这条慢慢的伸出来，跳起，所以口也发出伸出来，停一下，再鼓来，加油哦！要脚难度要均衡哦，口也发出够细一些。好，再练好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一样。两下都是全身的功一下。好，莫强。好 ，OK， 两下做运动。好，彤彤啊，休息一下。卡很累，再打回来。好，休息一下哦。等下哦，再100。一个动作，你刚刚讲轻巧的话，都可以做差不多5到6下，都休息一下，好，你唔好丢紧，好，再来哦，开始，要注意哦，你降紧。来梳妆，莫压力太大哦。休息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不用，梳平平啊。跟跳，彤彤啊。腰背前面彤彤啊。再做最明白哦。好，准备好开始，伸出来。加油哦！好，休息。好，成功了。舒快两方一来，再变下来，前方会不会前面？好，再轻轻两方一来。运动过后，还等偶尔做一下本身体够强壮的动作。首先，左脚让出去，好，右脚呢慢慢的开下去。这个时间喺7条会痛的话，可以拿一条面拍扎好来贴上去，好，安尼会够好一些。啊，前脚呢会够前面一些，好，用只手呢慢慢的身体当方，莫准备看当方。跳起，休息的时间呢，举起来，是不是会不会抽到抽下去？好，再上来，休息，好，跳起，我记得举起来哦。迄一个动作哦，要边够狠的话，都做够细一些，够细法一些，还莫按倒，按内路有帮到路好诶，好。跳起，休息，好，跳起。假使讲你冇办法，如数沉沦，好，安尼就可以。数沉沦，跳起，
好，下等稳脚，中央哦，数伸上去，滚当风，好，再下落时节，脚翘起来，速度起来，安尼有帮助下等，跳不会紧跳。好，休息一下。第二天的动作呢，脚，好，拿起倒过来，7条臀，脚趾骨往向下方向，一样，那再数，臀7条送出去，我记得咯，要脚带摸扶风起来哦，拿回来，鼓落时间哦，叶片都好诶，摸高条哦，系，入腿天数。身体右偏来，好，拇指翻过去，再慢慢的鼓来，身体要绑出来哦。好，轻轻的休息一下，好的，弯脚，中央顺出去，好，鼓来，顺出去，好，加速哦。打过来，收起，跳起，收起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抽到的，泡泡感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好，nhanh nhanh啊，好，下一个，抽顿了，用只脚，好，脚带仰向下。唔系都是无法向前的话，会个压是唔怕。好，用只手呢，身体前面肚肚挺来，跳起，跳起，收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伸出去，都去搞极限。好，无花时间，慢慢的鼓来，收起，好，竖撑在后背，前跳了。往过来哦，拇指宽当高，收起，跳起，轻轻的臀膝跳，下去，好，轻轻的脚向后背，好，手慢慢的臀身体顺起来。今日搞动作，他加有后背的冇？记得明日要听到先生。胸下运动哦，安尼我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更好更好。听通，还等下次见。